咩話？港澳居民都可以買內地醫保，一年幾百蚊，住院最高報銷可以去到8到9成，仲有大病醫保兜底，到底係真唔係？今條片一次過講清楚，記得點讚加收藏加分享俾需要嘅朋友。首先講清楚一件事，內地醫保等於社保入面嘅醫療保障部分，主要用途就係睇醫生、買藥、住院治療，可以幫你報銷一部分醫療費用。咁港澳居民可唔可以買？答案係可以，而且由2020年起開始，已經允許港澳居民參與內地醫保制度。一般分兩大類：一、職工醫保，適合有工作人士、靈活就業人士，特點報銷比例較高，保障範圍更嚴，可綁定醫院資源；二、居民醫保，適合退休人士、長期北上生活、無工作港澳居民，特點費用較低，每年幾百到1000左右，基礎醫療保障齊全，門診加住院都覆蓋。咁保障係咪真係有用？講清楚，門診、住院慢病，部分城市可覆蓋大病保障，異地就醫都有一定支持，按規定，但注意報銷比例會因城市、醫院等級、參保時間而不同，新參保通常有等待期或分階段比例，連續參保時間越長，待遇越完整。咁邊類人最適合考慮？如果你符合以下情況：經常返內地，計劃大灣區就醫，同家人長期居住內地，想要醫療備份保障，就值得了解清楚點樣辦理。基本流程：港澳居民居住證沒有也可以協助，內地銀行卡，然後可以去社保局、政務服務中心或部分地區線上平台，如稅務、醫保系統辦理參保手續。最後講一句，買醫保唔係一定要，但係需要時會救命，幾百蚊一年換一份保障，值唔值就睇你自己點睇。如果你想了解深圳、珠海、廣州分別點樣買，報銷比例詳細規則，邊類人最抵買，完整申請流程，留言打66，我可以整理一份詳細資料返你。